主后2023年3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安息日的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马太福音12章，咱对第1节来看到21节。过无偌久，伫安息日，耶稣对卖园经过。伊的门徒腹肚枵，就带麦穗来食。法利赛派的人看到，对耶稣讲：“你看，你的门徒伫安息日做律法禁止的代志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敢无读到大米甲缀伊的人腹肚枵的时所做的代志？伊入去上帝的殿。”食献祭的饼，即款饼只有祭司才通食，伊甲缀伊的人拢袂用得食。另外，恁敢无读到律法的记载，就是安息日祭司伫圣殿犯着安息日的规矩，嘛算无罪。我甲恁讲，伫遮有一个比圣殿较重要的。圣经有讲，我爱怜悯，无爱祭物。你若了解即句话的意思，就袂甲无罪的人定罪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稣离开迄所在，入去因的会堂，拄好有一只手摕去的人伫遐。有一寡人想要控告耶稣，就问伊讲：伫安息日伊边有下律法无？耶稣应讲：恁中间有人有一只羊，拄好伫安息日跋落坑，伊减袂甲伊扭起来。人比羊加偌尔贵重，所以伫安息日做好事有下律法。耶稣就甲迄个人讲：手伸出来。这人手伸出来，就复原，完全好去，甲另外迄只手共款。法利赛派的人出去，就计谋要对付耶稣，看要安怎甲伊害死。耶稣知影因的计谋，就离开遐。有真侪人缀伊去，伊就医好因中间所有的病人。伊命令因毋通对人传扬伊的代志。这是要应验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。恁看，我所拣选的奴仆，我所疼所喜爱的，我要赐我的神予伊。伊要对万民宣告我的公义。伊袂争辩，袂宣扬，伫街路无人会听到伊的声。受伤的芦苇，伊袂压制；要花的钉血，伊袂分析。直到伊互公义得胜，万民拢会将希望交托伊以上。安息日的主，上帝用6日创造天甲地，做世界的工课完成，伫第7日就休一切的工。创世纪第2章第3节讲，上帝赐福第7日，定即日做安息日。因为伫即日，上帝停伊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。这就是为甚物上帝子民重视安息日的原因。上帝用6日创造宇宙万物，伊是创造主，统管一切。这个世界的存续，毋是人通决定，是上帝在掌管。若是安尼，
人伫六日中工作是为着甚物？是为着创造家己的价值，搁较侪时阵是想要支配即个世界。总是上帝讲，六日内着拍拼做你所有的工课，毋过第七日是上主你的上帝设立的安息日。即日你甲你的啥物拢毋通做工。伫第七日，着亲像已经完成一切的工作，因为这是放手休困的日。上帝用三个行动标志即一天安息、束缚，定做圣日。即一天毋通工作，还着祝福欢庆，用敬拜表明圣洁。根据《申命记》23章25节的律例，阮徒伫别人的麦园顶麦穗食，这应该无啥物问题，因为迄日是安息日，所以这变成做是问题。照犹太律比的口传律例，耶稣的门徒已经违反安息日毋通做工的律法。遐个严守安息日诫命的人，也对耶稣伫安息日踮会堂医治人，心内大大风火倒。耶稣用犹太律比轻甲重的释义方法回应因的质疑。伊讲，伫遮有一个比圣殿较重要的。有啥物是比圣殿搁较重要的？是耶稣甲伊带来的上帝国，搁较是上帝的人民。因为伫上帝的眼中，人绝对比羊较贵重。耶稣用话语和行动甲人讲，上帝对人民的要求较悬，圣殿甲安息日的规范。马太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，爱人对上帝的眼光看见耶稣带来的福音。耶稣是上帝抹油的弥赛亚，是伊的仆人甲囝儿。虽然法利赛人想要对付杀害耶稣，毋过耶稣带来上帝国的记号、赶鬼、医治，拄象征上帝国已经临到。耶稣无甲人争辩，无宣扬，干那坚持正义。所以，当即个世界听见耶稣的时，会将希望寄托伫伊的身上。出埃及记35章第3节指出，安息日恁戴口罩，毋通起火。犹太智者将即句经节解说做，伫安息日毋通升起纷争甲受气之火。若照安尼的解释，显然遐个质疑耶稣的人，才是违反安息日的人。安息日是远离争斗的日，伫即日爱放弃平日争斗上位、竞争得胜的粗俗追求，恢复自身真实的身份，记得家己是上帝所疼的囝。今仔日，基督徒守主日、主国我的日，尊伊做圣。上帝对即个束缚还直直，咱伫主日追求安息，诚做真实的家己。这是国我的日子，是娱乐、祝福、喜乐、如意的日子，是真正得到安息的日子。默想，
主日，即一天对我有甚物意义？主日，礼拜日，即一天对我有甚物意义？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伫六日工作中创造价值，却无偏颇家己；伫第七日通尊主做大，激励家己时常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